大家南无阿弥陀佛。师父这一段的内容啊，我自己解得很满意啊，但是我解释的时候不知道能不能让各位大家欢喜，师父不知道，但是我尽力的用我所学佛的这种最忠诚的态度来告诉大家。这一段的内容就是说，世事本是相对法，善恶并存理当然，如要彻底讲明白，除非佛陀再出来啊。这个念起来很好听，有一点押韵了，但是这段话它很有道理存在的。世事本是相对法，世间的事情呢都是相对的，有好有坏，有对有错，有黑就有白啊，世间原来是相对法。那么佛法是阿弥陀佛要救你的这个事情是绝对的，它没有相对的，是绝对的。所以世间的事情都是相对，这是自然的现象。善恶并存，理当然啊，有善有恶同时存在，这按照道理来讲，这是很自然的，这是当然的啊，并没有什么值得觉得很怪异的事情啊，你不要觉得奇怪。因为有善有恶，我们每一个人的来历不一样，个人要出生投胎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因缘都不一样，受的教育不一样，我们接触的这个环境不一样，啊，读的书的程度不一样，我们的智慧高低也都不一样，所以有的人想这样，有人想那样，那么善恶并存，这很自然。如果要彻底讲明白呀，如要彻的，哎呀，为什么这样子？为什么会这样子啊？你要讲得清清楚楚的，除非佛陀再出来啊，因为佛有高超的智慧，有高超的神通，才能够把我们世间的这种微末细节的部分呢讲得清清楚楚。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？你问他，我们不明白啊。佛一看啊，人家前世是怎样，所以这一辈子他才会这样。哦，佛知道。但是我们众生不理解呀，没办法，明明这个环境里面生的兄弟姊妹，为什么有的人好，有的人不好？因为你出生的时候来历不一样，而佛陀有神通才能看得出来，我们众生没有能力啊，所以啊，我们不要太计较，有善有恶，这在世间里面呢，我们都要欢喜去接受，善也有佛性，恶也有佛性。佛平等救度，这一点呢，大家要明白。南无阿弥陀佛。